賣沙啲沙嘅市場啊，右手呢度叫做白礦特蘭，一個批發市場啦，右手呢邊。嗱呢度咧有 KM050啊，你見唔見到啊 ？KM 啊，即係 kilometer 啊，呢度都到港口啊、河口啊，仲有50公里啊！嗰個青色嗰個牌啊，即係出到嗰個閃來灣嗰度，仲有50公里啊！呢個咧叫乜嘢啊？呢啲嚟講咧係政府樓嗰啲啦，政府樓嗰啲萬福政府樓啦，萬福政府樓啊！呢啲叫做天主教堂天主教堂前面嗰間咧叫做三寶宮佛廟，三寶宮。呢度有一個咧叫做半日遊，呢度有一個行程咧半日遊咧，喺呢度裏邊咧。呢一帶地方咧，佢可以行去裏邊參觀以前嗰啲咩叫做金鋪整嗰啲咧缽和尚出去化緣嗰啲缽仲有一啲咧叫做葡國啲咩手信葡國嗰啲嗰啲咩蛋糕咁樣㗎，葡國呢一帶嚟講咧，有一個行程咧半日遊，我哋香港團就未有呢個行程。咁樣仲有以前嗰啲廟中國廟啲咁樣建安宮即係觀音廟觀音廟我哋嚟呢度餵下魚邊個有買咗麵包咧喺度餵下魚先啦祝你哋年年有餘。